咦，大家好啊，我係 MBB 啊。今日會講到咧，就係中國大戰略嘅第7集，就係伊朗嘅戰爭啊。點解伊朗嘅戰爭咧對中國嘅大戰略咧有好大嘅影響咧？因為如果伊朗一冧咗咧，咁咧就中國嘅石油咧買佢個石油出口去大陸咧，就會有好大嘅影響，因為伊朗90%嗰個原油咧係賣俾中國㗎。咁咧就係、咁伊朗呢個國家咧，中國一定係要幫住。咁你睇到就琴日咧或者前2日咧，就伊朗開始咧就係禁飛啊，佢將所有個天空喺佢嘅領土裏邊咧就禁飛，因為點解咧？佢要咧分清楚邊啲係敵對嘅飛機，邊啲咧就係航空嘅飛機啊。如果唔係咧，就佢會打錯咗嚇，咁變咗咧，佢如果清咗個天空，咁咪容易睇到美國啲飛機攻入嚟啦。咁而家咧就好繃緊啊！你睇下美國話宣布撤僑啦，喺伊朗咁咧，就呢啲一撤僑咧就係打仗嘅象徵啊！咁你見到嗰個美國咧都喺南海調咗隻航母艦咧過去中東嗰邊啊。咁咧世界好多人咧都睇實，咁啊會唔會呢位24小時嚟打仗咧？咁啊，尋日已經開始啊，點知特朗普琴日咧就宣布咗就唔打住，咁咧就你諗下，特朗普最近委內瑞拉捉咗阿馬杜羅，咁咧大家個士氣好高漲，係咪？咁啊會唔會真係伊朗咧會嗰個首領咧俾美國嘅斬首咧？咁咧有好多人咁諗啊，咁但係咧就呢個機會比較細啲啦，因為咧伊朗一個9000萬嘅人口嘅國家，同埋佢可以做嗰啲無人飛機同埋好多導彈嘅喎，嗰啲導彈咧可以打2000公里喎，最多。你諗下2000公里打到以色列，咁咧喺中東同美國咧就有60個軍事基地啊，差唔多3-4萬人都可能俾佢個導彈打到啊，咁都唔係亂咁嚟咁，所以特朗普即係佢係三軍總司令，咁都要聽下邊嗰啲戰爭部嗰啲將軍講啊嘛，咁啊一定要講俾佢聽，喂，而家你究竟打伊朗係有咩目的先，係有咩即係目標要達到嚇？咁而家你咁打咗去伊朗，因為佢發狂咁掟導彈，你可能自己都傷嘅喎。你知美國佬佢每一次打仗佢都計個數，佢咧冇接近100%打贏你咧，佢就唔會打噶啦。佢國家係咁樣噶雖然我係全世界最強嘅國家，你睇佢每一次戰爭都係揼嗰啲咧，都冇力還手嘅。你諗下2016年佢同中國打，佢唔敢打啦，點啊？計個數打唔達唔到戰爭目標嘛？你打仗係講達到戰爭目標嘛？咁對中國嚟講咧，咁嗰個伊朗咧嗰個戰爭如果失咗咧，就都幾麻煩，即係話等於成個中東啊冇邊個國家對得付以色列啊，咁啊牽制唔到美軍啊嗰邊啊，因為點解而家係以色列一個人撐起成個中東嘅嗰個戰場如果佢係即係伊朗係最強嘅強手啦，其他都唔打得噶啦，即係打游擊嘅啫。咁咧就中國咧同俄羅斯都唔可以失咗呢個伊朗，因為失咗伊朗，咁咧就隔住一個阿富汗，咁啊到中國噶咯好似第二個阿富汗變咗第二個烏克蘭噶咯係咪啊？打到即係嗰個美軍嘅勢力，咁但係伊朗呢個國家真係好悲慘個人民啊！而家佢嗰個佢自己個貨幣跌到差唔多零啦，基本上咧真係成個國家係崩壞經濟因為啲人民幾慘9000萬人嗰啲手頭上啲錢係買唔到物資喎真係如果中國俄國唔幫佢真係佢要死得啦，真係咁咧就中國咧無論如何，我諗都會撐住佢起碼俾啲物資佢啦喺邊啲地方運入去或者喺巴基斯坦運入去。咁因為伊朗呢個國家咧，9000萬人口，佢係什葉派
咁大多數伊斯蘭嗰啲人民咧都係信遜尼派嘅，係遜尼派嚇。咁咁其實呢個伊朗呢個國家都係真係有時好神奇啊！唔覺得點解佢1979年之後咧其實佢非常之親美個國家㗎。1979年之前係有個國王啊，咁後尾佢有革命啦，咁個國王被推翻咗，咁啊走咗去外國啊。其實伊朗啊，以前真係佢仲即係世俗化個沙地阿拉伯㗎，非常之親美。咁嗰啲女人咧真係着即係比基尼去泳灘㗎，即係去海灘㗎，着比基尼啊嚇，搞到而家咁啊，戴住笠住個頭咁樣啊，周行咁。雖然佢都係比較聰明啦，即係伊斯蘭國家就冇禁啲女人讀書啊，或者俾啲女人禁啲女人做工啊，咁啊真係啲好戇居啊，真係做埋呢樣嘢。咁全世界都得阿富汗呢個國家係咁啊，禁止婦女工作同埋去讀書啊。咁呢樣嘢真係你等於一半嘅人口冇生產力，你個國家點會強咧？你弱你就俾人恰啊！咁伊朗咧都係算係弱啦，不過佢弱之中咧，佢係有俄羅斯俾軍事嗰啲軍備佢。咁啊，中國都係幫佢少少，咁但係佢幫佢之中咧，佢一個唔係好非常之親中嘅國家啦，一半半啦。佢住喺首都嘅 Tehran 啊，嗰啲人民咧比較親美嘅，即係都記住幾十年前親美嗰個景象嚇。嗰陣時候又富裕個國家，好多油咁佢一反美咗咧，就係變咗窮嘅國家。咁咧就佢大多即係好多人民咧都係比較都親中嘅，去到中國人去到嗰度都係佢都比較歡迎啊。咁但係佢有部分咧係非常之親美，變咗即係佢咧就搖擺咁。中國都好難做一個戰略嘅，即係完全係去幫佢啊成啊。如果佢全面親中嘅，好似巴基斯坦嘅俾啲軍備佢訓練佢嗰啲人民嗰啲軍隊點打仗，你話真係美軍點喐到佢咧？佢一個9000萬人嘅人口整係有埋核武咁，你冇得玩啦！好似北韓咁，你喐都唔敢喐佢啦。咁咧即係呢個國家咧，佢成係好搖擺咯。咁今次咧佢好多示威都係啲人民生活痛苦啦同埋同以色列打仗又打到唔三唔四咁樣，俾即啲人民咧對佢都冇乜信心即係最強係佢啦，中東咁個國家最有機會打低以色列但係都戰爭咧，同以色列嘅戰爭都係做得唔係咁好啦，咁經濟唔好咁，所以咧就觸發咗今次嘅大示威，咁都幾頭痛其實都多多少少以色列都嗰啲密沙嗰啲特工都有少滲透落去示威者嗰度或者擲底咁喺啲人群裏邊開槍嗰啲伊朗嗰啲軍隊冇辦法，你又開槍啦，咁大家喺度殺多萬幾人死咗萬幾人都唔知有冇咁多話2000到1萬幾人咁咧就咁佢中國有可能話咧，俄羅斯有俾嗰啲一啲設備咧，就將嗰個 Starlink 個星鏈嗰個馬克思即係嗰個星鏈咧，就嗰啲internet 咧就 cut off 咗，咁佢就 black out 咗嘅。咁咧，咁今次最緊要咧，美國佬即係話佢唔敢打伊朗咧，一嚟個導彈可以打到2000公里，第二咧你睇下中俄同埋伊朗咧喺南非嗰度咪做軍演啊！你知道啦，中國一做軍演，講就做軍演咧，就係嗰度準備。咁美國佬都好驚佢包抄係咪啊？即係話佢喺南非嗰邊去Arabian Sea 阿拉伯海嗰度都係4、5千公里或者6000公里，咁咧可能2日就到咯喎。嗰啲啲軍艦咁咧就美國佬就唔係好着數嗰度得有3萬人喺個軍事基地嗰度，但係嗰啲航空母艦，如果你係擲喺Arabian Sea你又唔敢擲喺Gulf 嗰度你 Gulf Sea 你唔敢，你去如果你喺嗰度嘅 Persian Gulf 嗰度咧個
航空母艦，你好容易俾伊朗打到嘅喎，其他嗰啲 Houthis 啊又打你，哈馬斯又打你嚇，咁你只可以係 Arabian Sea，Arabian Sea 咧就中美中俄同埋咧就伊朗，咁嗰度如果啲軍艦一包抄，咁咪危險啊！咁所以咧好多人計嗰條數都唔着數，所以特朗普咧暫時我覺得佢咧就 call off 咗，唔打字咁你睇伊朗嗰個航空咧又再正常翻少少係咪？你睇嗰個啲 fly 嗰啲 map 咧，又見到有啲飛機又飛翻入去啦咁暫時唔打字，但唔等於唔打字咁呢個咧就係今次伊朗唔同委內瑞拉咁容易嚼美國咁中國亦都幫佢就比較近啲咯喎，冇過嚟真係咁 Q 遠又我落地都可以運到啲軍備過伊朗，所以唔係咁易塞到㗎。呢個伊朗如果中俄撐住咧，美國佬都耐唔寒，所以而家咧就係拉鋸緊啦。好，講住咁多先啦。